一、二、三、四。我毋知想你的深夜，心这呢痛。捧一杯苦苦的相思，找着口力，就无干，就无伴，全拢是我的泪，太软惊。你的心，我会惊，毋敢靠想我。你的人知袂着，爱又搁安怎？情话骗我，戆戆牵着感情线。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要教唱的这首歌呢，是林秀琪最新的歌曲《爱我你敢不敢》。这首歌今年7月2日，哎呦，才上个月初呢才首播的歌曲在这个月的我们今天才7月，哎呦，这个今年现在还在去，就是这个月呢月初首播的歌曲同时呢也是3立8点档天道的片头曲，爱我你敢不敢？作词作曲是豪记唱片公司好棒棒的石国人老师。这是一首降低降低这个低然后要降一个 key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D 在哪里D 就是我们写2的这个地方，唱名是 Re， 音名是 D D 要降一个 key， 那就是这里降低。我们在钢琴位置上，你看有2个黑空一格，在3个黑，有没有找到这个2个黑的这个最左边的这一个按下去？我们要唱什么？要唱哆这就是降低大调的歌曲。来，我们回到画面上，把画面拉大，才能来给大家介绍来，这首歌曲是降低大调。那是40拍子，就是1个小节有4拍，速度1分钟有64拍这个4这个黑黑的豆豆呢，就叫4分音符等于64，这是告诉我们这首歌的速度头前这呢，头前这个1等于降低，就是告诉我们这首歌要唱多高要降低这个音要唱多。好，来，我们来看这首林秀琪的新歌《爱我》，你敢不敢？来，第1小节第1拍0，然后附点休息3/4拍，后面的4/4拍，我们再下歌来停。嗦嗦咪咪，瑞咪咪，嗦嗦嗦咪咪停，瑞咪咪，瑞哆哆，瑞哆拉哆拉嗦嗦，来一起来停，嗦嗦咪咪停，瑞咪咪，瑞咪瑞哆，这个轻有2个音呢嗦嗦咪咪，瑞咪咪，瑞哆哆，瑞哆拉哆拉嗦嗦，拉哆拉这里还拖长了半拍。然后这个听呢，后半拍才下歌了我不知想你的深夜，心这呢痛，这呢痛来。在空音口的字都是闭口音，怎么样？这个字读完哇，在嘴巴是闭着，上下嘴唇是合着，兄弟亲牙合着的有没有？所以这个空音口的字请要注意一下，要怎么样？要闭口来。我不知这个是这个第1个音呢，我。只有1/4，前面休息要3/4，对不对？停，我不再一次来停，我不再一次停，我不你看是不是停比较久，哇很短？对，这个是前长后短请唱这个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从头来，1、2、3、4。停，我不知停，想你的深夜，心这呢痛嗦嗦嗦啦啦停，哆哆来哆啦嗦嗦嗦咪咪瑞瑞停，好来
嗦啦啦停，哆哆来哆啦哆啦嗦来哆哆瑞哆哆瑞，这是一个三连音，有三个半拍有三个音，可是哆瑞后面第一个音哆是 call， 第二个音哆瑞呢，第三个连起来哆瑞啊，要唱 call call a 相有两个字，相思相思，捧一杯可可的相思。嗦啦啦，哆哆来哆啦嗦嗦，捧一杯可可的相思。再一次来，捧一杯可可的相思，嗦咪咪瑞瑞儿，嗦咪咪瑞瑞儿，停，来，吹就靠啦，跟上面这个哇一样。它只有1/4拍，休息也息呢就占掉了3/4拍，对不对？停，吹就靠啦，吹就靠啦，瑞咪咪瑞瑞这个转音滑音，这个旁边的这个小音呢，我们在唱歌谱的时候不用唱，但是唱歌词要带进来，吹就瑞咪就靠啦，来捧一杯来，捧一杯可可的相思，吹就靠啦儿停，哆瑞咪拉嗦儿停，咪瑞咪瑞哆啦，再来一次来停，哆瑞咪拉嗦儿停，咪瑞咪瑞哆啦，就无打，就无判，这两个就呢都是在后面剩下1/4的时候再唱，前面3/4要休息来停，哆瑞咪拉嗦儿停，咪瑞咪瑞哆啦就无打停，就无判，再来一次，就无打。就无伴，嗦嗦啦嗦啦嗦啦嗦咪瑞，嗦嗦啦嗦啦嗦啦嗦咪瑞，嗦嗦啦嗦啦嗦啦嗦咪瑞，转东西，这个地方呢，这个秀琪呢，林秀琪小姐唱了一个压喉音，转，像那个 enga 的唱法一样压一下喉咙来，转东西，我的泪，瑞咪瑞哆瑞哆，瑞咪瑞瑞哆瑞咪瑞瑞哆，太能行，太能行。好，来从前面这一句来，就无大。就无打停，就无伴，全拢是我的泪，太能行。停，好这样主歌就唱完了。来，我们把主歌连起来，来，从头来，1、2、3、4，停。我不知想你的深夜，心这呢痛。捧一杯可可的相思，吹就靠啦，就无打，就无伴，全拢是我的泪，太能行。来，我们进入副歌。第一小节跟这个前面一样，前面3/4拍是休息的这个下歌的是后面的1/4拍停。瑞瑞瑞瑞嗦哆瑞咪咪嗦咪瑞哆瑞咪二，再一次来，瑞瑞瑞瑞嗦哆瑞咪咪嗦咪瑞哆瑞咪二，来我们看一下，你的心闭口音停半拍，然后我会惊，唔敢
敢被红色的框框框起来，这是一个两头短。你看，第一个是咪，第三个是嗦，都短啊，脚下两条线啊，脚底下线越拖的音越多的音就越短，对不对？两头短，中间这个咪只有一条线，所以比较长。两头短，中间长的切分音。哦，同学问我哪一个切？哦，这个切八段啊，我不想跟你好了，我要跟你绝交，我要跟你切八段的那个切。分呢，1分钟、2分钟的分，切分音啊，来，你的心我会惊，唔敢靠伤我啊，这个我这个怕大家呢唔知这里音这里里边喏，他靠伤我，唔是一共一念的是靠伤我，就是不要靠太近了啊。我下面写伤死啊，空音口下的字就是要闭口，对不对？哎，空音口下的你了，请你读台语啊，来靠伤我啊，伤死，所以这里是伤我啊，来，你的心我会惊，唔敢靠伤我。你的人得袂着，爱又搁安怎？你的人得袂着，爱又搁安怎？来，停，re re re，停，re so do re，咪咪 so mi re do re mi，再一次，re re re，停，re so do re，咪咪 so mi re do re mi，停，你的心我会惊，唔敢靠想我。再一次来，你的心来，你的心。我会惊，唔敢靠想我。停，嗦啦啦停，啦嗦咪咪瑞咪瑞瑞，嗦啦啦停，啦嗦咪瑞瑞，嗦啦啦停，啦嗦咪瑞瑞。你的人抵袂着，你的人抵袂着，还来。后面呢，咪嗦嗦嗦啦啦嗦，哎，安怎的怎呢？前短后长啊，咪嗦嗦嗦啦啦嗦咪嗦嗦嗦啦啦嗦哎又个安怎哎又个安怎来，你的心呢？你的心来一，你的心我会惊，唔敢靠想我。哎，我这里切分经这样做了，来，大家陪我再来一次来，你的心我会惊，唔敢靠想我。你的人抵袂着，爱又搁安怎停？哎，接下来，嗦嗦拉嗦咪，瑞哆啦啦啦哆哆瑞哆啦嗦，哎，情话骗我，赶快头前爱休息要长，后面情要短哦，来前长后短，对不对？停，嗦嗦拉嗦咪，瑞哆啦啦啦哆哆瑞哆啦嗦，再来一次，嗦嗦拉嗦咪，瑞哆啦啦啦哆哆瑞哆啦嗦。情话骗我，戆戆看到一条线，看到感情线，哎，感情的感呢要闭口啊。后面的歌词呢，问良心，你感觉讲你有真心爱过我啊？情话骗我啊，戆戆看到感情线，问良心，你感觉讲你有真心爱过我？来，情话骗我来。停，情话骗我，戆戆看到一感情线，情话骗我，戆戆看到感情线。咪嗦咪嗦啦停，瑞哆啦嗦，咪嗦咪嗦啦，停，咪嗦咪嗦啦，来，咪咪嗦咪嗦啦停，瑞瑞哆啦嗦停，来，我们从警微骗卦来接后面的歌词来，
情话骗我，戆戆牵着感情线，梦着风心二停，你敢毋敢？梦着梦中心二停，你敢毋敢？二再一次来。梦中心儿停，你敢毋敢？咪咪瑞瑞，咪嗦拉嗦咪咪瑞瑞哆，咪咪瑞瑞，咪嗦拉嗦咪咪瑞瑞哆。讲你有真心爱过我。讲你有真心爱过我。哎，这个我呢，我这里有半拍，延长一拍，后面这个小节只有2拍。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唱的是第一遍嘛，接下来要间奏4小节，然后反复从哪里？刚刚这里我要给大家说明一下，刚刚这个2拍，所以这里拍号呢节拍呢又改成这个2/4拍子。那因为只有这一个小节是2拍，后面呢又继续4拍，所以这里还要写一下，还要改回来哦。真心爱过我，1、2，然后开始呢间奏4小节之后呢，又从头我唔知想你的心呀老师这里呢那个漏掉了反复记号的起点不过有很多歌谱都是这样，当起点没有写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就是从头来唱那我们继续唱呢，又唱到这里来，真心爱过我，大家有注意吗？真心爱过我这2个小节呢，第1遍、第2遍、第3遍，高帽子1、2、3都有唱这里，所以第2遍。讲你有真心爱过我，1、2，然后第2遍要接蛇钮，蛇钮在哪里？你的心要接副歌副歌又唱到真心爱过我，1、2停副歌再唱就第3遍了嘛，第3遍这里有没有这里有，这里也有，然后唱到这里，第3遍唱到这里 FINE 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刚才已经为大家第1遍逐句逐句一句一句的一句一句给大家教唱。来，我们来来唱第2遍和后面接蛇钮的第3遍。来，我们从这里呢来功力5真心爱过我，然后来接间奏4小节来停。功力5真心爱过我。好，来，对不起，暂停一下。有同学问我说，老师这个功力5真心爱过我，敢若有较长呢我空气不够怎么办？哎呀，拍摄然后忘了给大家听起。功力有过来，你若惊唱袂离呢唱袂完，那就请你伫有的后边加换气。伫加换气真心的头前加换气，来，咱过一摆来，记得换气功力有真心爱过我，1、2、3、4，2、2、3、4，3、2、3、4，4、2、3、4，然后从头来，嗦咪咪，还记得吗？停，我唔知想你的深夜，心这呢痛，捧一杯苦苦的相思，吹着口啦，就无干，就无伴。全拢是我的泪，太软情。你的心，来，太软情来，你的心，我唔惊，唔敢苦想我。你的人，知袂着。又搁安怎？情话骗我，甘愿牵着感情线，
梦中心儿听，你敢不敢讲你有真心爱过我儿？一二来，洗牛来，你的心我会惊，不敢可想我。你的人治袂着，爱又搁安怎？停，情话骗我，戆戆牵着真感情线。梦中心儿停，你敢不敢讲你有真心爱过我儿？停，三，哎，就这样就结束了啊！唱到这边，FINE 这首歌呢，就给大家介绍完毕。爱你，爱我，爱你还是爱我？哎，不是是爱我啊，爱我，你敢不敢？啊，这三个敢跟敢都要闭口哦。来，我们念一下：爱我，你敢敢？哎，对，这样就对了。敢跟敢都要闭口啊。哎，这首歌是施国人老师的作品，很棒棒，好棒棒。来，今仔日这是首好听的歌呢，伫台风天啊，风台天啊，风台天都甲大家介绍到这。哎，台风天啊，不好出门，对不对哈？没有事千万不要出门，哎，就是在家里练歌最棒了哈。来，这首爱我，你敢不敢？就给大家介绍大家，大家快乐练歌，拜拜。